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大会，我是吴思怡。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明天就要开始试营运呢。试营运过后，就要迎接的是正式营运。展期大约有173年，差唔多係8年。喺台中有3個展期，係睇台中后里、豐原、韓國外埔。今日嘅全民大會來到為外埔地區，同埋背後嘅就係外埔嘅展期。一擺外埔嘅展期，同特別嘅係用農業來做主題，展現出農業嘅根本。另外背後也14公頃按法嘅一個展期哦，對採聽人講，係鴉片攀花寶，正經係地方上嘅大事情。韓國講到外埔地區，其實採聽人單單就係意思港中來落實，採聽有名嘅農產品，像係稻米、韓國葡萄酒、韓國富良果也豆。做乜嘅睇亞大伯攀嘅花寶，我用嚟帶動地方嘅產業發展咯。今年嘅全民大會，我帶領大家行業社區，聽聽採聽鄉親，向下來討論。大家聽聽鏡頭來到節目討論的現場，家人去嘅所在呢係花博嘅外埔園區，也人來到嘅外埔嘅社區，也特別係6分社區嘅農業廠房。一片呢係水保局同採地協處同也特別幫嘅房當叫為嘅火防部再個打造起來，也呢係個農村實習，有時間呢我哋也擺攤呢本農民來買東西，韓國呢也特別沒有逢酒搞食也豆，做得本外地鄉親來到一片來認識採地，做得自家做東西，認識採地嘅農產品，韓國 DIY 嘅活動。TV 我同大家收嘅來賓就係呢台中市政府農業局嘅副局長蔡永勝蔡副局長，在場的來賓還有各位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謝謝分局長。聽呢邊來賓，我同大家介紹嘅係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嘅分局長簡俊發簡分局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再過來，我同大家介紹嘅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嘅教授段兆麟段教授。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段教授是我們休閒農業區相當資深的規劃計劃主持人哦。再過來，我同大家介紹嘅係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嘅理事長吳明哲吳理事長。主持人、各位貴賓、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其實老一個理事長哦，佢係外埔人，他是在地人，所以今天呢，他特地回來分享他在休閒農業經營的一些想法，也給在地一些建議。現在看到18月發布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將要在我們台中地區來展開試營運了。咁就看到一個花博嘅展期呢，有3個展期，分別係睇豐原、韓國后里，還有今日來到嘅所在就係外埔。外埔地區其實咯，佢係咧傳統嘅農村，一個農村有當地嘅農民都也港中來落實。故所講，在這個小農村裡面要辦花博這件事情，對地方來說是一個聽說是100年的盛事。到底這個花博園區在外埔是什麼樣子的樣貌？透過鏡頭向下來看。面積14.32公頃嘅台中花博外埔園區，公園都做建築物7million建立。台中市政府請中醫師來搭場館，從係 Q 型嘅獨特建築地圖，其實係歐洲區處理中心。這都是用原生然後非常自然的建材來呈現，包括我們會有一個花廊道，在開幕的時候會種很多的，也會呈現很多不同種類的台中的特色花卉，像文心蘭、百合跟蝴蝶蘭。同時，台中市部分係強調水循環零排放，打造氣風池空間，而幫民眾行透分水鋪頭地圖，來認識各種嘅水生植物，來調節園區地圖嘅溫度。從樹木開始到花卉也有，到各類各式的灌木，跟我們的甚至藥材、可食地鹼，
这些原生的水生植物都会在外埔来展出。其中智农馆、土农馆两馆係做研究嘅建築，定期結束了後，還是做強農土農業技術嘅培育基地。是展到这个明年的4月底嘛？那2020的世界南瓜会议是后年的3月，所以其实可以跟着来做规划，来展出，来另外一个盛会，花卉的盛会把它接下来。那后续我们会把外埔园区打造成我们中台湾的一个农创园区。那这里面它发挥的功能还有所谓的能量的物流的中心。台中市農業局講，發布電期對今年11月初3到明年4月24，舊業會提早起營運，同時都延期選項係由農民實施，包括在地農民sẽ申請擺攤，來帶動在地農業。家庭方面方向前看到的就是外埔園區，外埔園區是這次花博的3大展區之一。花博對外埔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好像是非常反差的地方辦在這裡。其實我們可以來看，我們外埔地區的人口其實才3萬多人，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鄉鎮。然後呢，這邊因為是典型的河階地形，然後因為它地勢高低的關係，所以它有豐富的農產品在這邊。我們外埔地區有5保1休的農特色。這5保1休是什麼？有5項農產品，還有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6分社區跟永豐社區一起涵蓋在內的水流東休閒農業區。這5保又有哪5保？有稻米、葡萄，還有紅龍果、芋頭，還有蜂蜜。聽起來在地的農產品真的特別的豐富誒。我一開始就要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副局長，我們呢？外埔園區主打的是以農為主題，聽起來好像很切合我們外埔的在地的產業。我們當初會這樣的規劃設計，也是這樣子而來的嗎？我想報告一下啦，一個博覽會的辦理啊，主要除了說呈現的這內容以外，最重要是利用這些經費，讓地方透過公共建設讓地方的發展啊。我們透過這次的花博，希望把外埔的原來的這個農業產業能夠帶起來，那甚至於到後花博時期，我們會把整個外埔的農業希望能夠這轉型轉化。我們的原來設計是這樣。那我想再請教一下副局長，您剛剛說希望把園區跟外埔的農業結合，那外埔的這些農產品或是我們的一些農業特色，我們可以在展區裡面看到嗎？那肯定是我們的設計內容之一。除了我想我做完整的報告好了哈。我們外埔園區除了外頭的景以外，我們有2個館，樂農館跟智農館。我們要呈現的就是農業的這些各種面樣態，還有以後要發展的智慧農業這個區塊。花博的外埔園區它的主題叫做花果園鄉。面積呢其實沒有很大，14公頃多。如果呢我們實際上自己去走，差不多1個半小時可以走完，加上導覽大概2個半小時，我們可以把園區完完整整的逛完哦。那這個背景就是我們外埔園區的示意圖。那正式營運剛剛一直有講到，是9月1號就要開始試營運啦。那正式營運預計會有173天，從11月3號一直到明年的4月24號。所以呢，我們這當中跨過了我們的很多的假期，也就是說，值得期待的是會帶來非常多的人潮。剛剛副局長有提到，我們預估整個正式營運時期可以為我們台中地區帶來800萬的人次。那光外埔地區將近會有160幾萬的人次來到這邊。聽起來真的很可觀。外埔地區只有3萬多人，可是會進來的遊客有160幾萬哦。那我們今天真的要好好來討論說，園區要怎麼樣可以跟我們的社區，還有我們的農村可以相輔相成，有一些創造經濟效益，讓在地人有感哦。說到這個有感，我們就要來請教我們的區長了。區長，在地都是農民為主，大家老老實實在地方上耕種。那對於這次的花博，在地鄉親肯定有很多的期待跟想象。區長，我們可不可以就是簡單的告訴大家，我們這一次鄉親對於我們花博的一些想象？農民比較關心就是怎麼花博設置以後，
对我们外埔的观光休闲的事业怎么去提升，怎么去活络周边的经济。另外就是在农业上面，刚刚正如我们副局长有提到，我们外埔是一个农业的乡村，我们总土地面积有4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达29平方公里，占了将近70%的耕地，所以我们这边农民也是占了将近有1/4的农民，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都很期盼花博设置以后，对我们外埔的农业跟观光休闲能够真正带来实质的效益跟帮助。好，谢谢局长。所以说，这么邻近的地缘关系，想必在地乡亲一定会有很多的希望跟期待哦。那我再请教一下分局长，分局长，我们这边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农艺传访就是我们水保局这边协助他们做一些环境的改善。那是否我们因应花博，或者是说在地，我们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化，要让大家看到在地更好的这样的工程在做？这里有很好的美食，还有很好的葡萄酒，更有很好的这个人文的特色，这个都是在农业6级化里面，它是一个跟农村发展是一体的。但因为这样的一体的部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花博的话，那这些游客其实可以到我们周边，刚刚讲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我们的农村来。但是农村的时候到底要看什么？这边就有很多的特色，所以这些特色我们就把它这个协助跟我们的休区啦，跟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共同把它整理出来。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会场的农艺传访，本来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军营的一个地方，那整理出来以后，这个地方除了是农村社区里面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基地以外，它还可以引进一些产业，比如说这些米食这个在这边卖了还有我们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可以来这边做参与。其实从97年一直在做，然后他办理这些红酒马拉松，其实已经有6届了。那他会持续再来办。那另外我们最近也希望鼓励我们在地的这些酒庄能够一起联合以后推出1日游的这个行程。那花博的这些游客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接着到我们的农村里面来做这些 DIY 啦，或者体验一下葡萄酒的文化特色，甚至于如果可以在这边葡萄树下吃个晚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OK， 谢谢分局长。分局长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哦，我们要怎么让这些游客从花博透过1日游或是半日游的方式走入社区？今天现场也来到了非常多的社区代表，还有我们的农会的这边的代表。那我们就来听听一下现场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花博有哪些想象。我们想先请农会的总干事亚片先来讲一下，农会对个花博有乜个方式，像迄对农产品嘅行销有乜个想法？他讲拢伫外埔有5保一修，刚才主持人说5保一修，什么叫5保一修？5保第一保呢，天上灰灰的龙眼蜂蜜，昨天刚好在台中市政府，我们外埔乡得到特等奖跟头等奖的名誉。再来呢，就是我们棚子上的，然后棚子上的就是我们的红龙果，外埔乡相信我们的红果是全国特别的有名。再来我们水稻，刚才讲水稻。我们水稻在去年度呢得到有机米全省入围10大比赛里面入围10大，还有再最简单呢，刚才一直讲的葡萄酒、葡萄，当然葡萄酒呢，特主要讲的，等一下我们酒庄的庄主在那边，他得到连续好几年得到世界葡萄酒比赛，全部都是得到金牌奖。所以说外埔乡呢，想借这一次的花博的园区的他的这个机会呢，叫我们外埔的农特产品特别展售出去。我也希望说市政府这边呢，可以替外埔的农特产品呢，成立一个外埔的那个农特产品的主题馆，让我们好好的发挥。总干事刚刚提到了，有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园区里面有一个我们外埔的农特产品的展售区？等一下来好好的问问分局长。接下来我要开放在地的乡亲，有社区的代表或者是在地的里长要发表意见的吗？请举手让我看。好，里长。我是永丰里长洪俊立，我们准备好的可是我看不到市政府这边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地方的产业，在让游客进来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农业可以跟花博一起结合。当然展区里面有，可是
展区里面没有办法指示游客到我们的社区，包括外埔和后里很多优质的社区，都可以让希望有那个展区里面有这个提供这个点，让指示游客到我们社区来观光跟消费。好，这是我的建议。好，所以可能是要在指示上，或是说我们在连结上要多一点，就是可以协助社区这样子，因为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是，好，谢谢。还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吗？请举手。好，那个花博做得很好，可是虽然在我们的6分里，可是给我们6分里的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为什么？道路都管制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我们进去一定要绕到大门，绕到甲后路很远，那个才可以进去。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进去，而且我们这边没有一个给我们联络我们社区进来我们社区的。我们社区这边有，你看我们水保局，感谢我们水保局帮我们这边农业场做得这么好。我们那个什么水流东那个桐花步道做得这么好，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酒庄在我们社区里面，可是花博来的那个游客啊，根本没有办法来进到我们社区里面。为什么？他是直接坐接驳车到园区里面吗？对，他就是外面有停车场，他就直接车子停着，接驳车从那个大门进去了。好，完那个好了，他们那个什么看完花博以后就要来开车，开着就走了。那我们社区能够得到什么？好，谢谢里长。还有乡亲吗？我再开放一位。好，这位大哥。那今天我们花博，我们是很期待说，怎么可以来跟社区来结合，把来花博的这些人引流到永和社区来，或是到六恩社区来，让我们在地的这些产业的这些业主，他们的所生产的农产品就放在自家的门口，游客来就可以把它买掉了哈。这样对社区来讲是帮助最大的，这是我们所期盼，带动整个社区的环境，也让外来游客感受到外埔这个人间净土这个美好，让游客的钱就花在永和六分这边让这边在地的经济能够把它带起来，这个是我们最期盼的。好，谢谢总干事，您请坐。刚刚乡亲讲到的，无外就是花博来了，大家都很期待。只是接下来我地方上能不能够借由花博这样的商机、这样的人潮，可以我们社区也享受得到，我们在地的经济也有一些收入帮助哦。我想先请副局长这边，我们来针对刚刚的3位乡亲我们提的一些意见，我们先来回复。刚刚那个我们里长关心的是交通管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在会议上头都有反映，那最近也在做调整。市长昨天也在跟交通局那边在沟通哦，事实上我们可以再做更好的规划，所以有机会再调整。对，因为我想很简单的，因为我交通局就他们交通的立场来讲，他们就是让这个活动办得很顺利。可是就乡亲关心的议题来讲，就是这些活动进来的游客要跟地方能够做连接，能够带动地方的产业。但事实上，我刚刚已经报告过，我们农业局关心的是，这个时段的农业让大家看得到，然后后半段的农业的转型，我们能够借这花博来做这个改变。那每个局处关心的，还是每个人因为角色不一样，关心的议题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做连接，但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沟通。我们可以跨平台的局处的沟通。是。所以刚刚几位里长还有总干事关心的议题，这个我每次来外埔，我都有承诺，我一定把议题带到，因为我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局处来承诺这些事情，但是我一定把大家关心的议题带到。谢谢副局长从这张图上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整个水流东休区的一个地理位置图啦。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刚刚乡亲一直讲到的，有水流东的桐花步道，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录影的农艺船坊，还有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很固定的后卡村农夫市集，这是假日在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市集。那其实我们看到花博的园区就在这旁边，真的是有非常邻近性的一个关系哦。那刚刚副局长讲完，我想请教一下段老师，您在当初规划这个休区的时候，想必也是知道说在地有这么多的
这样子的农业的价值存在。那我们现在来了一个花博，刚刚农民也讲了那么多期待，你怎么看他们想要把在地透过花博推广出去这样一个概念？我举2个例子好了哈。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到日本参观那个到日本的爱知县他办了一个这个世界博览会2008年在爱知县。我到了爱知县那边，看到附近的旅馆、车站全部都有他休闲农业整个乡村旅游什么观光农园那个资料，你随处都可以拿得到那你到了这个万博园区，那更容易所以这是一个例子。那再一个例子，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应该2012年因为隔了4年举办上海博览会。那么上海市旅游局长请我去去做一个演讲。那个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怎么把那个世博会的游客辐射到附近的3个省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所以说，我想这种思维好不容易我们得到一个大型的活动，世界的游客都来了，我们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游客引导到乡村，去体验台湾的乡村之美，台湾的农业的进步。那老师，我想再请教，您也觉得说我们要透过花博把人引进社区，那这个连接点要怎么来做呢？由市府规划吗？还是在地乡亲说我们准备好，我们就推游程就好了？我想还有2个月的时间应该可以好好规划。我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啦当时这个我们的李总干事那外埔农会李总干事请我规划的那个我们那个休闲农业区规划书。我们就设计了好几个主题旅游，农业体验的主题旅游要怎么走农村文化的主题旅游怎么走那么生态体验的主题旅游你要怎么走？我想把我的那个规划书，我们这个团队的规划书好好拿出来参考。我们用现成既有的过去的研究，那反正我们这在地也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就把沿用旧的东西，这些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那就是看是市府还是谁来负起。我们也不能够说是旧的啦，我们拿出来以后，以前的研究，我们拿出来以后，我们再做一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情势发展，再做一些修订我想这个是一个把那个花博来，不只是你园区里面的营业收入，你整个带动你乡村农民社区。整个营业收入，我想这个一定是比你那个村子比那个园区里面的营收要大好几倍。我想这一部分是可以好好的考虑。谢谢老师。那理事长，您同时也是就是休闲农业农场的经营者，那我想跟你请教，过去您有这样的经验，那刚刚趁老师所说的，我们把我们既有已经准备好的这些游程，我们怎么来发挥？如果是你会怎么做？你可以给在地的乡亲一些建议吗？我们的乡亲可能要主动一点，因为既然有那么一年就是有160几万的这样的人游客已经进来这里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游客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那我的建议啦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主动出击啦就是说我印象当中我有一年我跟我爸爸去日本，也是去看这个花博。那花博的话，因为它花博它日本那边的非常大，那可能逛3天都逛不完。但是呢，它除了这3天的这个游程以外的，它还有很多很多在地方上的这些游程，而且这游程都是1日游、2日游、3日游。然后它有那个有那个接驳的巴士，然后它把这些游客主动的接到社区去。所以呢，这个桥段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一定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呢，让这个游客呢能够主动进去到你的这个社区里面去观赏你们社区的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不是说用被动的说，我等游客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观念既然游客已经到你的这个面前对怎么样把它引进来？然后如果说假设说，我是一个经营者的话，我绝对会用我刚刚所讲的，我车子一定会在前面，然后呢，甚至呢，你用这个花博的这个门票也好，然后呢，你上了我的车之后，我给你
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的方式，然后再想尽办法就把它拿到我的这个农场里面，我一定要让他体验我的农场的好，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OK， 谢谢理事长。刚刚理事长提到，我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用交通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不然花博就在旁边，真的是看不到吃不到，真的是有点痛苦，有点难过。那刚刚大家都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有这么多的五保一休，还有在地有这么多的优质的东西，透过影片，我们再过来看 United。那个是6寸。那这个有花就把它用掉，将它会再重新长苗。同文新南的种对细盆搬到大盆，罗种种2公尺本来种葡萄，5年前引起葡萄的工人外抢，决定万种文新南。一次就买了3万苗来种，因为种了3分地啊，比种葡萄1甲地还要好。对本来基本体种到2萬或2甲，今年20萬基嘅文新蘭設法有市場客家喺外銷日本，而是嘅只係外部嘅氣候條件就拄好。夏天太陽很大，可是到了晚上的話，它的那個風吹起來有一點冷，不會說很悶這樣啦。開花它的產期比較快幾天。地這種人力熱啦，睇好時好工，今年買太顯嘅設備，同照抽出來對上百聯絡去。我買古買橋同外部無去買做少嘅葡萄，同古買橋無國去買良好，農民改做自家腳。各種選組會嚟到發通，不民眾同葡萄園地度享受安全自在嘅下豬頭。那讓遊客來這個地方葡萄園下來餐酒會，享受那種最自然那個田園啊，最舒適那種感覺，這樣，然後再結合社區的深度旅遊，比如說我們永樂社區有那個水羅東童話步道。除了切花、豐收加工，當然都評鑑嘅時，拿到好成績嘅豐年果，每日境外部你就有啦，去年嘅少，後屆體現同海風帶起外部降低暗熱嘅氣溫，本外部嘅農產就按豐富。外埔有按斗的宝，有奈斗，带大家来看。刚刚我们讲到的五宝，通通在这里。有乌味、葡萄在地还有造就了一个我们的酿酒产业，葡萄酒非常有名。韩国凤龙果，刚刚总公司面共斗，我们的红龙果在这次的评鉴里面得了好几个奖。还有呢，其实在地的杂粮作物也蛮多的，小麦有40公顷，还有现在在地有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花卉产业，像我们的文心兰种植的大概有11公顷，刚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也都有看到。其实透过影片，还有我们的讲解，还有在地农民自己出来挂保证，外埔地区的农产品真的是非常丰富跟多样哦。今天应该也来了蛮多的农民，针对这一次的花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或是想要争取展售的机会的，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这边来开放相亲，来，这位大哥。要反映政府，我现在要开始说国语哈。从刚刚我有2个启示，第一个。市政府虽然一个大饼那么大，但是呢，第一他不尊重了社区。从以上里长及呢我们在地这个社区居民的一个表达，可见我们很陌生。主任讲了，快丢假别丢，这是我们在地呢到目前为止呢是一个我们最重大的一个心声。休闲农会那个协会理事长有说过，主动去配合，怎么配合？周边的道路都没有建设，社区道路在那个什么那个管制，怎么配合？你车子怎么去接人呢？这是第一个不尊重地方，第二个不尊重专业。我是一个中华民国杰出农民协会的一个会员。我是民国100年这个神农奖的得主，唯一应该呢到目前为止唯一是红龙果产业的一个神农奖得主。在这里我要讲，市政府真的也不尊重专业。
怎么说？因为在我们这个花博里面，以前呢有一片的是红龙果园，听说也要留红龙果下来，可是呢，像我这种角色哈，小小的角色都不知道红龙果里面那个园区里面到底它现在是搞什么，我都不知道。有几个品种，到底将来那些果树要怎么管理，或者呢要怎么地方来配合？讲是不歹听的，拢唔知，好，所以我希望从今天的这个一个村民大会开始，我希望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建议市政府要派市长级以上的代表，虽然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区块，可是刚刚我们农业局副局长讲的，他还有观光局啊，还有其他的一个局部门啊。你派一个我不是讲管你伤细啦，没有，副局长他今天来的任务就是要听大家的意见，他要带回去。刚刚他很有诚意的说，我们会跨局处的去好好的讨论。但愿如此啦，好，谢谢范大哥，枪翻头，你抢头。还有乡亲要表达意见吗？还有乡亲要表达意见的吗？我想诉求就是说，第一，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因为接驳车的关系，那很多在地的业者的话没有办法去感受游客到这边来，那所以我想说，因为之前有开一些会的时候，跟市府开会也有在讲到说，接驳车是不是可以在几个就是几个地方做一个接驳的上下站之类的这样子，可我觉得最主要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比方说我们的2个农夫市集，以及我们的那个高铁观景台去做几个。就是说定点式的，那我们游客可以接上下车，那他们也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步行的方式，到我们水流东慢慢的游玩，因为我们水流东是真的一个是非常产业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再来的话，我们也是积极的推食农化、国际化以及我们的产业化。那在这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产物，还有包含我们里面的4个酒庄，这酒庄里面都有包含非常非常多的 DIY， 以及我们的餐食，还有我们的住宿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靠我们的政府的部分在大力帮我们宣传。那趁这个花博的机会，帮我们的水流东休农区宣传出去。那也请我们就是副座这边的话，可以跟我们管理局他们各方面去帮我们做一个旅游的结合。当我们自己水流东休农区，我们一直都有半日游、1日游的行程，但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说管理局这边有没有部分说跟我们业者，还是我们休区里面去做一个结合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给我们更明确、更快速的让我们知道说开会这是一定要的，那当然就是说，给我们大家业者一个机会，一起共同开会，一起去让我们这个地方跟花博做结合。谢谢。从刚刚大家的谈话当中，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外埔这个场是以农为主，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农业局的长官来跟大家语谈。但是其实在地的休闲农业的业者跟代表，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怎么透过这个农业局主办的这个厂区，可以延伸到地方去协助到地方上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观光，甚至是带动在地的休闲农业。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理事长。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要试问说，我到底准备好了没有？那我不奢求说，政府给我鱼吃，但是我奢求说我能够钓到什么样的鱼。所以你本身的话，你自己的产品是什么？你自己的服务是什么？什么样的鱼竿钓什么样的鱼是固定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思考一下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农业尤其是休闲农业这个部分，在于除了体验以外，这个解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我们1日游、半日游或是2日游也好。今天的话，你让游客自己去看你的东西，我觉得不如你主动去介绍你自己的东西。好，这样的话会让游客来得更有趣，而且更精准的了解你本身的产品的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啦。谢谢理事长。老师，在地农民这么多，我们农民农忙的时候都忙得昏天暗地了，那
如果我要因应这个花博，那我要再分出心思来。如果我们家里有年轻人回来帮忙，那当然相辅相成。我们在行销这方面，我们可以赶快的动脑筋。那针对这么多传统农业的这个乡亲在这边，他们也是希望花博可以展现他们的实力。那他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我是一个农民怎么办？所以是不是啊？我请那个花博的主办单位啊，那应该是市政府啊，那个跟这个休闲农业区的推动管理委员会好好的磋商啊，去动员这个区里面的现在跟休闲农业有关的这些经营者，把他们的产品跟他们的体验啊，还有服务怎么样的跟那个这个花博的游客需求连接在一起。我想这个最重要，因为休闲农业区推动委员它能够掌握到啊基层的我们农村社区的农民啊。那么第二个啊，我是觉得把那个花博的意象覆盖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是一个价值。像石虎宝宝之类的吗？对，这个 image 是非常的重要。我再提一下，上一次2008年我到这个日本爱知博览会去，他那个 logo 是什么？是一个爷爷带了一个孙子都是绿色的这个都绿色。为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呢？因为是生态保护，森林爷爷、森林小子，哇，那他所有的这个商品里面只要覆盖住这个 logo， 全部价值都高了，卖了好多钱。所以上次我就为了一个铅笔盒，一个什么饼干盒，事实上也不是我真正需要，就是上面有这个 logo 是一种价值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休闲农业区也好好跟这个结合。当然，这个商品既然是达到了那个花博的层级，我们这个商品的品质就要好好的去留意一下，去就要严格把关，严格把关，对那么再来一个我再提一点意见，就是说这一次既然是我们的花博是定位在世界各位仔细看一下，花博的完全的名称是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有一个世界，所以我想政府一定会动员南向的国家，鼓励他们来参观，这个才叫做世界嘛，才叫国际嘛。谢谢老师。刚刚大家从产品讲到了休闲农业，一再的说到在地乡亲都准备好了，有那的素材准备好，有那的素材好高诶，再过来看汉语团的样片。看到高铁过去，游客夹夹欣赏录影。高铁瞭望台巡航是当地真有名的水流动童话铺头。当年4到5月的时，童话开得闹闹，游客十分多。它以前是灌溉沟渠，灌溉沟渠它就是水郡很大，步道很小。可是慢慢的，因为就是发展出来说，农村再造，大家就想说，这一条应该是不错的道路，就是可以把它拓展开一点，只有慢慢现在拓展到现在的宽度，现在可以骑脚踏车散步年近外部的民众这条对市区散步去六分社区、润丰社区，落去差不多7公里的路程，这在有行到太路方十分危险。地方居民恐吓去申请打造6廊铺头。规路后唔但像入树在假日头，咪就在草路外了下的猥琐，都连带同外地民众转到外部，咪就天和同福卡人恐吓去散步。特别转来都来陪人家下午出来行行的啦。你安尼较安全啦较唔会就讲查安尼内行安尼老人家他就比较安全。除了特别打造的景点，外部梦如果对高铁到河坝几百公顷的田丘，当年无防密场，无拢系社民众去讲了。那今年国开始制国片去讲大片，并一台无用的高车巴士变做新的景点，都连香港的游客听到名声没走来看。几乎是每个礼拜的假日游客都非常的多，尤其是到那个整个那个稻子要收割的时候它产生的黄金稻浪每一期
它的游客啊，每一天几乎都是在3000人到5000人左右。虽然人迹农民无限土工厂、无法土古道同巴士企业关起来，但是没有游客当去到梦游过，仍然落欣赏纪念。彩铁居民的期待，像是农夫事业、农业全方，含住各个葡萄是结合，帮游客是享受安全自在的文化行情，来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去到田中下纷纷的老了，嘿呀哈都市人哦，一定好诶。那分局长，在这个地方，您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这里有培养了非常多的游程，在地方也有那么多的农村，你们在做扶植。那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有那么多的观光的亮点在，我们水保局有去帮他们做整合，对不对？农村旅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那如同刚刚段教授所提到的，我们今天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这个展览会了哈。那如果外国人到我们的这边怎么办？我们外语的这个导览的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要出来？还有就是我们水流东是每年都评鉴甲等，我们的外埔等等这些都得到。永丰这边都得到金牌的农村，而这些特色我要去哪里找？所以在这个以前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跟社区就从这个软体已经有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中苗爱漫游的一个网站里面，拿出手机 app 就对，现在每人都有手机，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科技的部分，他自己来导览哦，我现在要去哪里？甚至我们可以有自由配。我今天如果到了我们的永丰，我还要到这个旁边的马明啊，或者是我到苗栗要一起去玩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都可以规划设计。那目前也有300多人提供这个旅游书给大家来做参考。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导览系统的部分，我们也有说，这个中英文如果没有人介绍，看不啦，看不懂。那看不懂的时候，我们就来导入科技。我们利用这个博物馆的导览 Beacon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装设到我们重要的景点，然后只要扫描 QR code 它就可以把相关的资讯提供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说明。可是刚刚分局长你也有提到说，花博会带来人潮没错，可是我们要想更长远，因为花博毕竟只有半年嘛。对，就是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培养我们社区去试炼一下，我们以前这样的经营方向是不是有需要的改变？那我举例了我们的6分里长，他的女儿现在就回来这边，他卖咖啡，非常有特色啊。那如果是这样的青年慢慢回来我们的农村，那其实他在这个特色的营造上面，应该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余地。所以借由花博，还是可以引动未来社区进一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谢谢分局长哦。发布这个展可以，发布要6张页，是彩体的台事情。不过，因为上较重演的话，发布判贴过后，彩体人，我们休区还是存在，我们在地的农业还是要经营啊。那我们要怎么长远的走下去？那我们现在继续在开放现场，无论是青农或者是农民，还有休区民宿业者，都可以来举手让我看到。好，我们先请我们班长好了，班长先说。咱这个农产品遮好，要哪个撒出去？拄则有足侪拢讲，大家准备好啊！咱这个封庄主啊，讲伊准备好啊，伊会主动出击。但是伊遐无去互花博园区迄个交通管制着，敢若阮遮有去互管制着，我园区拄仔去互管制伫咧内底。我准备主动出击嘛，无法度，游览车噗一个驶过啊，这无车走去啊。所以呢，我希望讲有遮好的农产品要甲撒出去，希望讲市政府爱好好规划。刚刚理事长有讲，交通管制无要紧莫甲阮影响到阮本来即个社区的即个，咱水流东的即个采购体验嘛来我遐园区几啊摆，去各足侪园区拢几啊摆万一讲即个关坐了，阮的游客袂当入来，安尼要安怎处理我来主动出击，我都袂当入来，个游客要哪入来好 ，OK， 好，谢谢班长，你请坐。还有这位大哥，您请说。那我们民宿业者在这边扮的角色，那就是说，
刚才大家都在讲说啊，1日游、2日游，那我们就是2日游、3日游这个桥梁，那就是大家如果游客进来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我们园区里面本身也有准备了10几辆的脚踏车，可以借由慢游的这样方式给游客在我们乡亲这边啊慢慢去体验大家的温度这样子。谢谢，好，谢谢谢大哥，请坐。还有没有乡亲要发表意见的？来，这位。去年开始啊，因为这个花博的那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只有一些在地一些青农民哦，大家自己就组成一个小团体，开始在规划说，将来怎么样去让一些除了园区以外的一些服务以外，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旅客啦或是民众，可以真的深入到我们这个农村。那其实当时我们就有规划出很多，像目前我们在执行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让大学生走出校园到农园的一个打工换宿计划哦，甚至说我们未来也有像刚刚这个我们里长提到的1日2日游的一个深度旅游的部分哦，甚至说有一个所谓的谁来我家晚餐或是谁来我家住宿的一个计划，那就是希望说可以让真的大家民众可以真的是深入到农村里面，而不是只有到花博里面去看。可是就变成说，其实大家讲的是很开心，然后也聊得很开心，却找不到一个像刚刚这个洪大哥讲的一样，找不到一个单位来做统整，一个组织来做统整，就变成说，可能讲一讲之后就算了。所以希望说，就是说，是不是这边也可以。无论是地方或者是市府这边，都有一个平台出来协助统整我们在地的资源，因为大家都说准备好了嘛。对，就是说，其实目前很多在地我们这边因为我回来务农2年，发现其实我们很多青年农民很多都有自己的思维，那其实都很棒。那当然说，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思维可以组成，创造一些让这个在地外埔在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价值，那我想可以让更多人会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请坐，谢谢。那还有乡亲吗？最后开放。好，等一下，那位大哥稍等。好，您请说。2018 12月9号，就是今年我们永丰红酒马拉松，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来举行欢迎全国各地的民众来这个地方游花博然后边跑步来边喝红酒，享受在地最美好的这种这些产业。然后我们12月8号，我们有办一个红酒趴，也是来这个地方喝红酒，享受我们在地最好的这种我们的展示以上谢谢。谢谢总干事刚好就在花博期间，我们也要来办这个活动。OK， 好，这部分我想先请教老师。大家在地居民很在意的就是我的交通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原有的产业或者是活动。那像这样子的交通问题，在刚刚您也说到很多国外的大型的这样的展区，这个也是在地的问题吗？还是只有永丰会发生呢？好，我想交通问题是在市政府的考虑底下，为了要让这个游客的来往很顺畅我想这一部分。如何来降低对地方居民的造成的不便我想应该多沟通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如果说我们的花博结束了，花博是6个月，好，我们动员了这么多，大家提高了这个休闲服务的品质，花博到明年4月结束，接下去怎么办？事实上接下去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都市农业，以前没有并入台中市的时候是乡村农业性质，现在进入台中市直辖市，我们是都市农业。接下去我们的客人是哪里来？是市民是我们台中市的市民我们要吸引他们，并说从台中市丰原过来的，从中区、从西区、南区、北区那边过来的，我们要这样子才能够永续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接客的品质、接待服务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是。期待说各位乡亲借着这一次花博的练兵，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练兵，提高我们的服务接待的层次。接下去，我们是接待整个广大的台中市市民或者更多，这样才能够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好，我报告到这里。谢谢段老师。那我想请教理事长，刚刚大家一直提到说，我们要怎么创造一个平台，让我们在地的产业或者是农民他们推出的东西有个整合。那您看过这么多休区的案子，您可以提供他们一些什么意见呢？我刚刚听到很多的村民讲说我的东西很好很好，到底怎么好？我是觉得说，除了他无毒，或是他
用心栽培以外，我觉得故事性还是要有。哦，那个达人是什么？那个背景是什么？然后呢，你要让这个我买了这个水果回去之后，我怎么去向我的朋友、我的亲友去做他的故事，或是讲他的好怎么好？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要给我们的游客，或是给我们消费者有一个范本也好或怎么样，让他去知道，这个真的很有价值。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说一项水果，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有一些可以这个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我们农民来讲是比较缺乏的。题材可以给，但是呢，要让我们写出那样的东西。可能会要包装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单位来协助我们，是不是能够请一个行销公司来帮我们这个社区来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塑造。大家业者不要存的一个说，我只有做一次性的生意。好，客人来了之后，我要让他能够永续，而且让他下次还会再来，这才是我们的重点。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珍惜的。我们还没认识外埔没关系，透过花博认识也不晚，只是要怎么在花博之后把人再吸引回来，不是因为花博而来，是因为花博认识外埔，这个是这个花博在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吗？您都说了，听起来好像很像绕口令哦。但是我最后水保局这边，分局长，您刚刚跟我提到，我们要创一个花博酒。葡萄酒，然后我们最近我们也协助的地方做这么多行销。刚刚理事长有提到，我们包装这边水保局这里也可以协助在地吗？刚刚有讲的由下而上的这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协助地方把这样的一个网站或者是导览的系统，我们都把它建制起来。那当然比较大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也有可以透过休闲协会以及或者是市政府。比较大的触角可以来做广大的行销但是我刚刚有提到，如果我们用包装的方式，把我们农村就当成一个品牌，把我们的平台就是借由，其实我们的农委会也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有在帮大家在做这个行销，但是个别的部分地方的特色还是地方最清楚。那刚刚我们青农也有提到，他们办了很多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其实透过我们的行销，还是可以有很好的结果了。谢谢分局长。最后副局长，大家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一来讨论。好的，平台我们可以怎么创造？是，我想一个大型的活动要举办，一定有很多的细节要考量我想平台的建立，只要政府。台中市政府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可以沟通的平台。刚刚区长已经把交通问题事实上也做部分的解答了。有那个区块，就是区长跟我都有反映。我前几天开会的时候也在反映，我们期待会更好。然后刚刚有我们班长关心的这些农产品能够展售呈现的这个平台，我们也会建立。刚刚我一开始就报告了。我们思考在地安全的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让它呈现的机会跟舞台，这我们会思考另外刚刚理事长关心的接驳的点，那我一定会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让一个活动办下来，让伤害或是冲击降到最低，创造大家的利益了。我想，我们市政府每个成员都是可以沟通的平台，也可以把问题反映上去的平台。是，谢谢副局长伊个台型的发通我提按顺坡的乡镇来判，对菜厅员工真经嘿又期待又怕受伤害，要怎么让这样子的大型活动设计的做得
地方向数位岛也摆带来的经济效益，每本大家加压机费的人生外铺，喺也摆发布其他的加车，也是在地农业永续经营的一个亮点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村民大会，感谢大家收看 ，and 再见。